三、二、一。对当时开始，厝远啊，阿爸老啊，才想到，家囡仔会喊你好好陪伊。欧弟桑，你翕相啊，你着笑一下。你是要笑安怎？阮阿爸无爱讲话，嘛无爱笑，紧甲头点点呆的是这个家。你要娶某无本，我拢来传好势啊，免你甲照顾，你在这样等。你要不要叫救护车啦？你来一撮险真冤啦！我可能较无时间甲你照顾。你甲当作三个囡仔，我是人，我嘛会忝呢。我叫我这감장，免了照我心肝来知。阿爸，我来台北搞大无？你寄出去啊？你是要人讲话哦？早样就给你跑出去追，好像应该哦。走我等来啦！阿爸，你咋讲好的？阿爸，你个无用理的吼，我袂去甲你麻烦。阿爸，你有好无？